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校园就业博览会伫今仔日就稿登场，由校长孙益民以及多位贵宾共同为活动来开幕。创造就业，中华医大培育人才，创造学子就业的实力。疫情趋缓，连带企业人才外流，有107间企业较招人才，包括着长照机构、生技公司等等。其中医疗院所就有57间，人才名额超过1200个，吸引一个应届毕业生到场来参加。我们其实今年应届的护理系毕业生是600多位了哈，应该算是在大学的部分哈，我们是南台湾最多的护理系的毕业生。那我们呢学校在这几年培育的这些人才啦哈，其实也谢谢各个厂商提供这么好的工作机会。那学生在学校的表现，尤其像去年啊，我们的护理师就考上全国的状元。那我们的医检师不仅是去年是状元，前年也是状元，然后，所以我也可以跟各个厂商保证，然后中华医大毕业的学生到工作职场，应该都会表现得非常好。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校长孙益民进一步表示，每一档的校园就业博览会，学生毕业了后的就职率超过60%，期盼应届毕业生把握着机会，找到好工作。另外，除了适达人才以外，大型病院甲企业也会轮流举办说明会，来找到好人才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